各位早晨，嚟到返工返學時間啦，一齊睇出面嘅交通情況。先睇下九龍過港島嘅行車時間。漆咸道北南行線近住佛光街遊樂場下紅隧交通繁忙，要10分鐘；經西隧過海都係交通正常，要10分鐘左右。轉睇下加士居道東行線近住香港理工大學下紅隧交通繁忙，要10分鐘；經東隧交通正常，要大約14分鐘。之後我哋睇下港島過九龍方面。興發街北行近住維多利亞公園下紅隧交通繁忙，要6分鐘；經西隧同東隧都係交通正常，要大約8同7分鐘。再我哋睇下出面嘅即時交通路況。先睇港島方面，黃泥涌峽天橋來回方向交通正常。干諾道中近嘉翼廣場路暢通。東區走廊近嘉華國際中心行車暢順。告士打道往紅隧方向行車暢順。花園道落斜往灣仔方向交通正常。轉下九龍方面，紅隧九龍入口路面繁忙。漆咸道近理工大學道路暢通。窩打老道天橋來回方向行車暢順，橋底多車。交通消息先睇到呢一度。